唱诗，就懂好音哦。因为俺妈就弹钢琴、唱歌，我卡就嘿，总嘿有音哦。真的，我爸也爱听音乐，然后我妈也是弹钢琴、唱歌，所以音乐对我来生活当中就嘿一次就我有的东西。妈妈係做乜嘅條路啊？俺妈妈结婚以前也有唱歌，好像就是那种真的会上舞台唱歌，类似作秀或是接那种活动。所以我记得我小小的时间，我有看过他的好朋友是演艺圈现在就是很厉害的歌手，那当然他们已经是他的第二代已经出来了。我小小的时间哦，这个阿姨她有一边的脸跟她在电视上总是坚持某一边，然後佢就懂有才華，上到要懂獎，佢懂到演藝圈嘅朋友。姑嫂媽媽其實有算半個演藝圈嘅人啊，你嘅感覺？因為佢高做出高神嘅，佢28歲出幫啱出高神嘅，所以我細細時間就聽到個懂到朋友，懂好型咯。哇，因為嗰時候有嗰種媽媽會彈鋼琴，嗰種。哇，小時候應該會蠻羨慕有人有安尼嘅媽媽呢，就係會彈鋼琴，會唱歌嘅，因為像我萬世順向冇安尼嘅人啊，全部就係爸爸媽媽希望細人嚟去學鋼琴，唔過安尼呢，爸爸媽媽嘅批，最上我生長嘅環境冇人會彈鋼琴嘅，只有老師會。我後來係從我求給俾我張碟。我就講，為什麼小時候媽媽會彈鋼琴？就像唔講嘅咩？後來佢咁講，細細時間我卡就請家教老師都我卡教我媽媽彈鋼琴。我細細就會看佢，他就是彈鋼琴啊、唱歌啊，我很細細，我就會在那個鋼琴下面鑽來鑽去。嗰時間我就知，哇，媽媽好厲害哦，唱歌很好彈哦。